95完全，佢完全唔聽人講。96未來，未來嘅事情易難講。97將，有乜嘅事情下一擺將講，將兩解人聽能。98將日，將日初九天公生，將日版。99做下，做日下，了解日術做乜嘅，做下做拍起。100主要，法通主要係其負責。101準時，後日記得要準時。102蘇士，倆間屋擺起來當蘇士。